为最近这个确诊的病例数来观察，疫情哪像无一日去哩。感染科的医师黄高斌认为，过2礼拜应该就会当达到8成的群体免疫，到时阵就会当放宽边境的限制。若指挥中心的推估，疫情的最高峰会伫5月底到6月初。另外，新光病院副院长洪主任的看法，讲台湾确诊的病例会伫高原期维持一段时间，然后慢慢落降。但是，若要降到一天的病例数伫1万例，或者是1万例以下，都要等到6月底了后才有机会。那今天本土的病例新增了90331个，今天公发布的本土病例有85720个，新确诊的本土病例有82363个。已经过1礼拜，本土确诊病例无突破新冠的数字。指挥中心估算，疫情到5月底、6月初就会较回。专家分析，目前台湾的疫情已经进入高原期。整个台湾全国的这个确诊病例数会维持在这个高原期一段时间，一定是从每天的8到10万，慢慢的往6万到8万，那5万。然后3万、2万，慢慢的，好像下楼梯一样，慢慢的下来。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之中，要到回落到万例、千例的一个过程，可能也应该要到6月底之后，应该才有这样的可能性。新光病院副院长洪主任认为，即马北部病例数减少，中南部的病例数开始变多，安尼加咧高原期逐天的本土确诊数上侪未超过12万例。随着为着病倒的人变多，感染科的专家黄高斌认为，上经过2礼拜就会使达到80%的群体免疫，已经有边境开放的条件。不过，台大儿童病院院长王立明有无同看法。我认为群体免疫要很快达成是有它的难度的啦。因为以国外的经验呢，通常一波传下去呢，能够传到3到5成，就差不多就是到顶了。要超过5成是不容易的，所以那群体免疫需要7、8成，所以是不是能达到群体免疫，这个还有待观察。王立明嘛提醒，虽然即马疫情病例数看起来有开始减少。不过，敢有可能出现变种病毒是关键。若是刷落来出现新型 COVID 的病毒，安尼台湾的疫情恐惊阁会出现变数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